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7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新鲜大时代，头先就来报连载。浦东这位家己市长候选人黄小聪伫半暝过身，依照选拔法规定，家己市长选举就要先暂停，重新公告，重新来办理。指挥中心宣布，对11月14开始，确诊隔离时间对7天缩短到5天，自主管理期间，无论是快筛、阴性、阳性，拢会当出门。这北韩今日早起发射飞弹，射过北方警戒线，南韩战机随对北平公海发射3粒飞弹反击。讲到这9合一大选，剩无到1个月的时间，今日宣传出讲，浦东这位家己市长候选人黄小聪伫半暝来过身。依照选拔法的规定，这家己市长的选举就要先暂停，重新公告办理登记和抽号码等等。那准伫咧2日进程无法度完成，这也代表讲这届投票袂选家己市长。真大看板挂伫竞选总部顶悬，总部内外各放各界祝福的花篮，互支持者真感慨。因为这个无党籍家己市长候选人黄小聪伫7日透早不幸过身，享年72岁。乐团伊好亲像染疫过身，伊牵手下晡出来说明。伊毋是染疫的啦，伊是心肌梗塞，吼你外面不要乱传，嘿，无即种代志啦，嘿，伊身体一向嘛真健康啦，嘛无啥物慢性病啊。这届家己市长选举，包括哪里拢总来人登记。共同竞选的候选人除了表达爱戴，嘛强调会尊重各依照选拔法甲中选会规定。请家属要多节哀，多保重。那当然，这后续的相关的选举就依照相关的选罢法的规定。全部要重来的话，对我来讲哈，当然是竞选经费要重新花很多钱哈。那这个当然是一种负担，但是我们还是尊重中选会跟嘉义市选委会。这是这届选举头一届有县市长候选人因故死亡，依照选罢法的规定，候选人伫投票日前死亡，这个选区爱停止选举，另外再选日子举办。重新选举的讲重新公告选举的期间，然后再公告登记，还有受理登记，按什么候选人抽签这些动作都要重新再来。中选会得到通报，下晡紧急开会讨论，因为重新公告登记抽号处拢爱时间，若是无法度伫26号前完成，就代表投票日迄天，家己市长可能爱停选，另外选日子再搁投票。记者综合报道。咱继续来关心这疫情的消息。指挥中心今日宣布讲，对11月14开始，这确诊者要实行5+N 的措施，就是把这隔离的时间对7天缩短到5天。隔离5天了后，无论你是快筛阴性或者是阳性的，都会当出门去。不过，这阳性的人有关需要进行自主健康管理。指挥中心7日经过专家学者会议决议，放宽确诊者隔离措施。11月14开始，确诊者实施5+N 措施。确诊者5天隔离了后，快筛阴性就解除限制；那快筛阳性就要进行自主健康管理，上最7天。期间那快筛阴性就提早解除。那已经是连续3周，那加这周是第4周，连续4周的下降。我想下降的趋势是这个非常明确。11月7号起。这个是7+N 专家小组才开会，那希望这个11月7号这相关措施都实施之后，我们观察1个礼拜，那再继续去实施这个所谓的5+N。感染科医师认为，降低隔离天数已经有真侪国家咧做，对这个措施表达肯定，甚至认为若是医疗能量充足，会使进一步考虑降 COVID-19 的传染病分级，改做有重症可能性的患者再进行通报甲隔离。这一波 BA.5 的疫情，台面上有很多人确诊，可是事实上给医院整个医疗系统的压力其实没有非常大，社区的诊所线上看诊，很快的就疏解了全部确诊的压力。这些人不会冲到大医院去了，就是看重症，看加护病房到底会有多少的新冠重症住到几%的比例。专家观察，这波 BA.5 疫情，台湾医疗能量收了袂歹，若是到今年底白变种病毒无影响到台湾的重症比例，就有真大的把握会使考虑降低分级。记者郭本丹报道，台北报道。讲到国道1号十字交流道路南的出口，昨发生山架崩落意外，若准备通车，可能需要几落天的时间。早起7点多，拄好是上班时间，现场是塞车塞甲真严重。新北市长侯友宜透早要去视察，咱那个公局是答应讲，这礼拜5下班进前会当恢复通车。
环境在河中徛在路口指挥交通，上班时间车真多，车路和车时开甲满，警方出动近100人来引导疏散车流。新北市长侯友宜初日透早也去巡视，要求赶紧抢通。希望能够尽快抢通，在土石流边坡的地区多装设自动监测系统。因为一直落大雨，国语路南石子段并合发生土石出落去，经过抢修。虽然国语路南主线已经恢复通行，不过石子路南出口交流道依然无法度过。石子系统交流道转向国道3号共款管制封路。坍塌下来的土石的面积量也比较大哈，要一些时间清理。第二个是说要先做一个加固哈，避免上面的土质再继续下来。出口10道未通，和交通大拍架。早起7点外，国语路南5道向石子大塔车出现止步，尾巴向南的通勤族大受影响。高公路提醒为家人方向来人，要去石子提前在5道交流道落车。若要去国三，应利用基金交流道或者是第60G快速道路或马东系统等方式。同时，也承诺会在初4、拜5赶紧抢通。记者综合报道。这大水雨落几日天，这苏花界中心泵坑积水是真严重，而且泵坑内面佫无电火。公布单预告讲，这积水可能要3天才会当提起。另外，伫南怀公路的嘉宾泵坑却是发生这山架泵线意外，公路总局已经先派人清出一条便道，会当高平双向通车。大水未复排，为人坑挂不出来，就伫苏花界中心泵坑内底，淹水已经20公分，连火也拢未到，车只好放慢速度。里面的状况怎么样？积水很严重，车速要很慢。灯呢？都没有灯。大概有多长距离？好长哦，整个隧道都没有灯。公务端向地沟河川桥借2台抽水机，不过上今年3天才能将水抽清去。那继续落雨，恐惊爱过较久。这是苏花界开通3年以来上严重泵坑淹水，电力设备爱等水退去减少了后才会有电。从苏花改通车到现在，其实这一次的降雨量也比较大，所以才会造成我们短时间强烈涌水的一个情形。我们也担心说，这些水量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个机电设备，所以我们也进行手动把这样照明的一个设备、电力设备来做一个切离。东部地区大雨路未煞，伫南怀公路大东的嘉宝泵坑附近的边坎，即日早起放落去，车路顶悬拢是连来石头，双向交通断去。公路总局先抢修一条便道，让人车用通过。气象局提醒，这2天东部部依然落雨，其中基隆北海花甲基南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要特别注意。记者综合报道。美国联准会会伫台湾时间拜4半暝啊，公布敢要升息的决议。有学者伫预测讲，美国联准会若阵继续升，可能会是害台湾的资金走向国外，这台票会变弱势。而且台湾央行若阵也有可能是对咧升半码。若阵安尼先做，咱今年 GDP 3%恐惊是保袂掉，而且对这房地产也造成冲击。美国联准会 FED 要在台湾拜4透早公布决议结果，市场普遍预料这摆就有可能连续第4摆升利息3码。今天看起来3码应该跑不掉，那当然3码市场的认为都是比较鹰派的一个做法，但是我说的我们在看这个不会只看当下这个决定，我们会看它接下来比如说可能12月的时候，或是甚至明年的 Q1、Q2 的时候，它整个的这些升息的步调会是怎么样。根据美国摩根大通团队以升利息2到4码配合全面鹰派甲全面鸽派调升，有2种可能。以升息3码加上鹰派做法几率上悬，不止公债利率未有伤过大波动，股市也未大崩盘。若是升利息3码加上鸽派，记者会标普指数是会起2.5%到3%。不只靠受联准会未要公布货币政策，让市场观望气氛真高，台股卡收震动收悬，收盘又完徛稳13000，新台币换美金收跌37.17块，升0.9分。各界也关心国内央行是不是对你升利息呢？比较倾向为保守的做法，可能就只升个半码。那当然，这个就会影响到我们的汇率。我们的汇率相对来讲，如果假设以Fed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升息速度的话，我想资金外流的问题还是避免不了。所以台币可能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弱势的格局。如果央行又比较大幅度的升息，有可能会让今年的 GDP 不一定保得了3%。那如果股市进一步下跌，可能造成的冲击也稍微大一点。
今年果然用行情利息为3月1日到后来转做至成半码，或者有果，这摆可能会对咧成半码。如何达成升利息、抗通膨甲经济稳定双赢策略，按心情评估。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大鸟型团团因为病情恶化，2位中国专家伫初一暗时来到台湾，初二早起也去到台北市立动物园看团团。目前这团团的脑部病变也有初步共识，认为团团无适合动手术。透过监视器观察团团的状况，初二日早起，更较进入园区探视。2个中国鸟禽专家，吴凤林的专长是鸟禽疾病防控甲科研分析，桂民的专长是氧气管理甲人工药检。2个人的保育资历拢有20几档，经验丰富。其中桂民捌来过台湾，他的状况可能跟他之前想象的是有落差的啦。像很多的形容就是他可能是躺着，那基本上今天的状况还算好。那团团今天很争气，就有做了一些进食啊，一些相当这样行为。我想大陆专家看到这样，相对可能有稍微放心一点点。台北市立动物园表示，2位专家因为拄来台湾，航空人员有先用鼻仔互团团过来观察速度、动作，卖针对饲养、医疗等管理数据做交流。目前对团团脑部病变的问题冇共识。它的病灶区其实非常接近的颅底，所以在不管是以现阶段动物的一个状态，就是它麻醉的一个反应，或者是它病灶的位置来讲的话，其实都不是那么适合进行手术。那这个部分，其实我们也跟陆方这边的专家有达成共识。动物园表示，短期袂做侵入性的医疗行为，嘛因为中国专家初一就要转去啊，离开之前，嘛安排包括台大兽医系学者专家组成的医疗顾问团来见面。这届嘛是2冬瓜以来头一遍有中国派动物专家来台湾。记者电报刘凯台北采访报道。伫咧国内有诈骗集团伫网络顶头开薪水正悬的条件，吸引欠钱民众来食头路。顶后，这诈骗集团甲因银行口座骗到位了后，就甲这群人关伫淡水的房间，若准唔乖乖听指示，就甲因拍、甲因苦毒。将警方冲入去掠人，掠到8个嫌犯，甲26个受害者救倒出来，而且这嫌犯也拢移送法办了。你干嘛把他捂起来？你干嘛？警方早前破门攻坚大声喊，有一个查某人坐伫穿乌衫的查甫人边啊，规分属是皮皮喘，惊到拢唔敢出声。这边很乱，先不要乱动，我们会救你们。入去个房间，内底拢是咸姜水的气味。警方详细搜查，5平空间内底竟然有20外个人，即马拢互铐起来啊！这边都是，主要是这里。这嫌犯手放头壳，拍伫涂骹，知影已经走袂去啊，只好乖乖配合。被害人规分属是全伤，因为只要反抗，就会去互拍、去互凌迟。未输是进前敢布置诈骗的情形，即嘛竟然伫国内嘛发生。根据警方的调查，诈骗集团伫人面车社团，或者是发简讯引人，广告内底写有5万至20万的薪水，有民众欠钱就来面试，寄金铺仔交出去了后，互带去新北市淡水，全互关起来。一工敢若食一顿尔，便若无听话，歹徒就用昏头甲因处，互因烫着伤。或者是用电击，也是用球棍来甲因喊。警方拢总救出26个被害者，上少岁是23岁，上济岁有到58岁。有查获到34岁的李姓祖贤为首的8名诈欺集团全案讯后，依组织犯罪条例、妨碍自由以及此人为奴隶罪等罪嫌，已请士林地检署侦办。这个案件会爆出来，是因为有一个被害人因老爸发现伊的囡仔去台北找头路，怎安尼无消无息。加在伊分尸顶有2支手机啊，就算一支去互没收去。尾啊，警方也是透过定位找到伊互关的所在，即嘛总算是得到自由。不过，这互救出来的民众，警方无排除有一寡人早就知影家己是涉及违法，只不过去互诈骗集团控制，嘛变做受害者。接下会进一步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国防部长邱国正早起伫立法院表示，两岸若准相战，台湾绝对会赢，也强调国军绝对袂去讨战。若准这中共甲国军拍过来，这国军也会拼到最后。台海目前维持对峙局面，国防部长邱国正伫最近讲，两岸若是开战，台湾绝对有赢面。所以伊再度强调，只要中共的机啊，也无插伫咧国部会头壳顶，就无算赢。国军袂主动拨人迎战强军，不过一定会战斗到底。你撑多久不讲的话，我奉陪到底嘛。我讲我去看他打多久嘛，他牺牲的程度他能不能承受嘛？对海军推动定海专案，
未建造4500吨的飞弹巡航舰，不过拖了真久，改做2台轻型巡航舰。海军讲，咱方用2000吨的军舰来监控强军大型的真像是0522这种7500吨的军舰，主要是考虑咱军舰对破影的制载力。也证实讲，伫咧8月中共军演时阵，咱方有派7000多吨的空定级加巡航级的军舰来应对强军的0522型的大型舰。在战时的时候可以增加我们水面作战支队的作战能力。这个轻型巡防舰除了中程的防空飞弹以外，另外我们也挂载了增程超音速的反舰飞弹。海军讲，强军伫咧大海增加固定的巡弋的舰艇，主要是0556A 型。船顶的官兵只敢若70人，也拿咱方派主力舰艇来应对，人力的消耗比例差真多。透过和轻型巡航舰担任监控的主力，换掉已经服役超过50年的这样级的军舰。不过，朝野立委拢认为，警舰的停驶有问题，破坏财政纪律，关心新军舰是不是让照日期、照规格完成。海军回应讲，伫这个月将会进行第2遍的厂商说明会，调整建造的期程。记者综合报道。带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讲到北韩伫今早起搁再发射飞弹，已经是今年第29届了，而且这届也是头一届射超过联合国所界定的北方警戒线 NLL。日本甲南韩遂发出抗议，而且南韩军方遂派出战机对这个边界的北边公海发射3粒对地飞弹，当作反制。这南北韩的关系遂紧张起来。日本、南韩两个政府也拢召开国家安全紧急会议，要来研究对策。 북한은 오늘 08시 51분부터 탄도미사일 3발을 발사하였으며 이 중 한 발이 NLL 이남 동해상에 낙탄되었음. 韩国军方的情报显示，北韩7日为东韩的原山发射飞弹，其中一粒飞过由联合国所规定南北中央的北方警戒线 NLL， 落在日本海，伫日韩中央的乌灵岛西北方167公里。当时，另外一批飞弹是向半岛西边的黄海发射至少10粒飞弹。虽然无落伫日韩两国的经济海域，也是领海内底，不过也是引起两国强烈的抗议。 これまでにない高い頻度でミサイルの発射が繰り返されています。断じて容認することはできない。朝鮮半島において緊張の高まりを見て取れることから、早急に国家安全保障会議を開催したいと考えております。 韩国总统尹锡悦也下令紧急召开国安会议，研究对策。北韩最近飞弹试射行动一直增加，包括7日在内，拢总29架，其中大部分是低中长程的弹道飞弹。日本判定有4架是属于巡弋飞弹。另外，日本阁认为北韩部分弹道飞弹真有可能进化到会当无轨迹飞行，增加地面防御的困难。 面对北韩动作这么多，美日韩3国当伫强化军事方面的合作。除了美军航空母舰先后甲日韩海军联合操演，美军阁派兵加入韩方的例行陆军演习。美韩空军拢总出动240架次的军机，进行大规模共同训练。韩国也向边界北方的公海发射3粒空对地飞弹做反制。公司新闻起家人编译。 伫咧印度西部有一座100年历史的吊桥，礼拜时阵说是熊熊登起，致使140多个人死亡。抗议民众初一行向首都新德里的街头，要求政府唔通来去刮刮，而且要求讲这出代志的地区首长就要辞职落台。反对派人士也批评讲，这吊桥伫咧整修了后，赶紧要开放，全是因为当地后个月要举办机会投票。 互人的扫帚车也是拼命举标语，几人互人行走，也是要大声抗议。印度西部古吉拉特邦一个19世纪的古迹吊桥摆一断去，将近150人死亡，引起民怨。首都新德里街路初一有群众要求追究官员责任，可赔偿所有受害者200万卢比，差不多新台币77万。150 लोगों की जिम्मेदारी मुख्यमंत्री की है। 150 लोगों की जो हत्या हुई है उसकी जिम्मेदारी
群众正生气，是因为这重大事故起因可能是人祸。出台这吊桥进前关起来维修半年，按过修好，才开放时间就断去。虽警方车已经移交，过失杀人等罪嫌，也包含吊桥承包商甲卖票人员在内等9位相关人士。按过部分受害者家属认为，这人只是互人杀出来吃罪。हम तो ऐसा बोल रहे हैं कि वो कंपनी वाले को पूरा दंड होना चाहिए, छूटना ही नहीं चाहिए जेल में से, ऐसा ही हम बोल रहे हैं क्योंकि उसने ऐसा गलत किया ना काम, इसीलिए。当地政府声明，吊桥开放进前无得到许可，和反对派人士批评推卸责任，因为承包商根本无经验，竟然要用接桥的维护工作，官员腐败才是事故主要原因。因也指控政府凊彩开放吊桥，其实是为了古吉拉特邦12月议会选举。印度总理莫迪第一拜二去伊沃现场巡视，承诺会给予这个假释。公司新闻市管林编辑。以色列初一举行4年来第5届国会大选，到目前为止开票开超过8成。根据结果预测，前总理纳坦雅胡优势定义，一定赢。在咧极右派政党的帮助之下，国会当中有机会摕到65个过半席次，而且较可能重新继位的纳坦雅胡也已经大声发表演说了。היום זכינו להבעת אמון אדירה. הליכוד支持者大声喊纳坦雅胡的外号 BB King， 意思是以色列国王，显示对这届大选较有信心。前总理搁再选赢，就差一小步。纳坦雅胡以胜利者的角色发表演讲。אנחנו על סף ניצחון גדול מאוד. 以色列4年来举行第5届国会大选，进前的出口民调显示，纳坦雅胡带头的右派联盟摕到超过一半的国会席次，领先现任总理拉皮德这边。纳坦雅胡的联合党席次也超过拉皮德的未来党，占第一大党的地位。Tonight, the people of Israel said very clearly, we have full confidence in former Prime Minister Netanyahu and the Likud Party, and we have no confidence in Mr. Yair Lapid. 73岁纳坦雅胡是以色列在任上久的总理，伊反对巴勒斯坦建国，挺违反国际法的约旦河西岸屯垦区开发计划。这种的做法也让右派选民真介意，不过让中央偏左选民真反感。另外一个争议点是纳坦雅胡2019年有乌西早起甲背信的官司，为出口民调就会当知影这听闻并无影响到选民支持意向。纳坦雅胡所属的政党联盟也表示，未来要筹组联合政府，推动修法，停止官司的心理。特地做的是立场极右派的宗教色安主义党，以受训阿拉伯族的极化言论，目前伊摕到的席次会当成为国会第3大党。政治分析家是烦恼，选举结果恐惊予以色列会走向极右政体、极化犹太主义上大的作风。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来看日本东京，因已经承认同性证判咯。这11月初开始发证书，这代表讲同性证判会当亲像一般的翁仔某同款，使用一寡社会福利含资格。不过日本政府也未承认同性婚姻，东京只是为着这婚姻平权走大胜。带家己的同性伴侣，还阁有厝内人做伙出来。11月初1，东京都开始启动东京都伴侣关系宣誓制度，这会伫东京生活工作的 LGBTQ 的族群得到伴侣关系正式。虽然讲这款关系无婚姻的合法权利，不过已经是婚姻平权的一大進步。これまで、ほぼ日本の中にあるほぼすべての制度、ルール、サービスというのは、基本的な LGBTQ+ の当事者なんかいないという前提で形作られている、その社会、ここ東京都も、基本的にはそういった人たちがいないという前提で作られていた制度が、そういう人たちがちゃんといるんだと。大きな一歩ではありますけれども、少し時間はかかってしまったのかなというふうにも思いますので、あくまでもこれがゴールではなくて。这证书以允准同性伴侣会当含已经有结婚的翁仔仔同款申请公共主体，也阁有甲亲情同款有权利来得到伴侣医疗，也阁有犯罪资料。日本对性别多元的支持发展较晚，法律保障嘛无够完善。
LGBTQ 的族群伫学校、职场，还有家庭，常常受到歧视，只好稳重家己性的取向。多分対応してくれるんだろうなっていうちょっと自信を持って。东京都表示，一直到10月28，有收到137份伴侣关系证书的申请。申请的人必须都爱是东京都成年的居民，包含外籍人士。东京都地区小店百合处伫去年12月宣布讲，为着要减轻同性伴侣生活困难，促进民众了解多元性，会伫今年实施甲婚姻制度同款的同性伴侣制度。东京涩谷区伫2015年，成做日本第一个承认同性伴侣的地区。7年来，有200外个地方行政区刷咧来加入。公司新闻黄韵玲编译。民进党中常会举行终结乌金甲正义赢倒转来记者会，有找宜兰、苗栗、南投3位县长的候选人签署拒绝乌金宣言。民进党主席蔡英文也讲到，这国民党的林姿妙、柯淑华，也有无党籍的张东锦，甲乌道有来往，而且佫食钱，也讲千万唔通互地方政治变作是帮助特权的势力。终结黑金，赢回正义。民进党宜兰南投苗栗县长候选人斗阵签署拒绝乌金宣言，宣言要到位，仍然是加成功。党主席蔡文伫中常会点名国民党的林姿妙涉贪、柯淑华甲乌道集团挂钩，无党籍的张宗锦有乌道背景，希望选民替台湾未来民主发展做出正确决定。只有集结民众的力量，只有集结改革的力量，我们才能够杜绝黑金政治，才不会让地方政治成为黑金特权的温床。民进党要求所有被提名的候选人往来签署廉政公约，用明确严格纪律来参选。江聪英强调，家己行政治路20多年，清清白白、清清气气，佮重新无唔宣言。徐定真甲蔡培慧表示，最近民调拢升悬，发声对抗乌金乌道。我们苗栗乡亲，我们能够接受一个拿西瓜刀砍伤人的这个杀人犯来当我们苗栗县的县长吗？我一定会跟黑道黑金结构抵抗，我也相信我们会终结黑金。我也知道每一个选民都希望看到改变的力量。民进党1礼拜中常会要请家人桃园新竹首长，前新竹市长林志坚可能也参加，要强化交棒连接。原本这拜六伫凯道造势活动，考虑天气因素，稍到下礼拜，秘书长临时调整会。目前整体民调向好的方向来行。记者综合报道。民进党中常会讲要扫除乌金，不过前立委黄国昌却伫场外举行记者会，指控民进党的宜兰县长候选人江聪恩伫咧做宜兰市长任内用限制性标案是市大会主席林志勇，佮讲这民进党的宜兰市长候选人蔡适应配合天道明伫都境内面趁钱，施压各方部违法卖土地。江聪恩表示，伊是公私分明，无通下公正的。那蔡适应是强调，这土地是公开标案，自头至尾伊拢无参厂商协调。在讨论终结黑金的时候，请你们告诉台湾社会，你们选择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前立委黄国昌伫民进党中央外口提证据甲相片，指控民进党宜兰县长候选人江聪恩乱用宜兰市公所的资源，透过上千万的限制性标案，培养有乌道贪渎嫌疑的政治名友林志勇，也甲民进党宜兰市长候选人蔡适应配合天道明多经利益，甲各方部施加压力，违法属违灌地。你如果今天要举着陈定南的精神跟价值，你先告诉大家一件事情。你为什么跟林志勇站在一起？你跑去跟曾盈富这个天道盟的盟主在那边鞠躬哈腰，这个叫跟黑道划清界限。黄国昌召开记者会，呛民进党终结乌金的诉求是咧侮辱台湾人的智商。黄点名的蔡适应是回应讲，土地是公开标售，为头到尾伊无参加厂商的协调。江聪恩是讲伊公私分明，严守界线，无用稳公正。我们在市公所推动的政策，或者是这个发包的工程，我们也不容许任何民意代表来关说。黄国昌先生有话说重点了，这个土地决定要拍卖，是在适应还没有担任立委之前就已经决定要拍卖的，
适应做的就是促使这个程序依法办理而已。不过，吴国昌对民进党两个候选人的回应并无认同，要求公开辩论讲好清楚。讲到对手互人指控甲误导交结，国民党宜兰县长候选人林姿妙是讲，选民的目睭真金，大家拢真清楚。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苗栗县长的选情，这时代力量候选人宋国鼎今日表讲，这部党籍的中东金涉嫌甲农地透过设定抵押，用南庄乡农会借真侪钱，严重违反风险管制比率的管理办法。中东金电影也批评讲，这拢是乱讲的，一切是合法的。农委会今麦也要请农会提供相关的资料。年底大选苗栗市正激烈，时代力量苗栗县长候选人宋国鼎设置开记者会，指控无党籍县长候选人郑东金的农地透过设定抵押向南庄乡农会担保高价借款，严重违反风险控制比率管理办法，其中大量农地一个牵涉违法蹲沙招，呼吁农委会按调查。农会是为了农民而存在，农会的监管风险会对我们的是来控制金融秩序很重要的规定。一旦这样的破坏造成农会的金融秩序的毁败，受害的就是农民。中东建证也回击，所有土地一切拢依法抵押贷款，搁暗时交利息加分期还钱，也可能增加地方农会收入。就好农民反对来批评宋国鼎，指控是无赢无价。土地抵押贷款都是有那个质押担保的，而且中议长也是按时缴利息，分期偿还本金。又没有说去冒贷，造成农会的呆账，这有何不可呢？民进党候选人施定真甲国民党候选人谢富宏电影也加入论战，批评郑东金一直欺骗选民，不法证据是相比提高方式面对。苗栗县民现在都在等总统局给一个交代，很遗憾的是，总统局至今都不愿意正面回应，只会躲在发言人跟总干事背后，甚至用提高的方式企图让人晋升。现在自称退出砂石业守护苗栗，根本是在欺骗选民，一再被揭发违法，也让苗栗蒙羞。苗栗人要有尊严，只要选出清清白白、坚持专业的领导人。南庄乡农会回应一切依法，而且每2年一摆全国金融机构检查拢通过，应接受查核。农委会主委陈吉仲表示，已经要求农会提供相关资料，若违反会依法处理。记者综合报道。苏花街第2020年时阵通车了后，还有一部分就要接台高顶旧苏花公路。这交通部也在规划这苏花安未来会改善3大，也未列入去苏花街路段。不过，这和平到湖中路段本地是要做旧架桥，却互当地居民反对。这路线经过修改了后呢，因为有入去国家公园，就要进行4季宽平，开工时间也延后。不过，交通部长王国材表示，希望在2024年时阵会当动工。台九顶线因为连日的大雨，土沙水因沙壁一直冲落来，嘛有石头放落来。苏花路龙伫苏花街通车了后，其实也有3个路段爱接台九顶线，也就是较早的苏花公路。为了改善这3大风险的路段，交通部规划台九线苏花公路安全提升计划，2019年底已经得到行政院的同意，不过到今却是拢无处理。苏花安早就应该盖了。我们每次往返北部都有2个瓶颈路段，而且是山区的道路，啊，遇到天雨、地震，都会有落石的危险。我觉得太慢了，那边常常落石又坍发这样子。对啊，所以你觉得希望再快一点？对对对。苏花公路安全提升计划内底，按算改善的，包括宜兰东澳到南澳、花莲和平到河中，还有和仁至中寮这3个路段。工程的规划大部分以磅坑甲高架桥来改善路线，不过和平到河中，因为当地民众抗议，路线已经有做调整，未阁通过和平工业区甲大年园区。和平河中段的这个路段嘛，这个路段的话，我们是采局部高架的方案，来报布。路线调整了后，因为有入去甲国家公园的范围，环境的监测爱经过4个季节，2023年年底才会当上宽平。有地方的民代质疑讲，最近台九线一直有崩塌的情形，影响在地民众的生活甲行程，而且苏花公路安全提升计划到今还阁伫咧拖沙，互人质疑台九线的安全问题。2024年1月总统大选前，苏花能不能动工？现在就是一个环保规件了，请教你朝这个方向能动工不能动工？部长，好，我们就朝这个方向来走。交通部表示，已经收到公路总局提报的苏花安规划报告，会安排审查，
因为进前路线有争议，需要时间来协商，绝对无调工要延前。记者综合报道。台中捷运的绿线一直咧了钱，这南线的综合规划，暂时送入去交通部的大会审查，却因为经费增加327.5亿，中央甲地方要安怎来负担，拢无讲清楚，要求市政府就要补充资料再审。台中市政府表示会赶紧修正报告，希望中央早一日核定，听候大家。台中捷运南线综合规划报告去年3月送审，交通部头一遍召开大会，邀请外口的专家共同审查。因为总经费增加327.5亿，拢总1309亿。审查委员会认为，台中市政府伫个经费分担这个问题也未查清楚，所以要求补充资料了后再审。民众知影消息了后，看法无同。现在还没有到台北那么的拥挤，所以其实这条捷运其实就已经不怎么赚钱了。我自己是台中市民，我才搭2次，根本就不需要。现在又要搞一个那一个，我是真的大可不必。我是希望蓝线可以建起来，然后还可以再多其他条线，到那个火车站啊，或是逢甲夜市啊之类的，就是比较热闹的地方，这样会比较方便。中捷南线是台中第2条捷运，西边为台中港沿台湾大道串联市政府台中火车站，甲捷运绿线形成12路网，全线24.8公里，规划高架车站8座，地下车站12座。市政府预估2050年全日的运量会达到24.4万人。综合规划送审延误，台中市长卢秀燕进前讲是中央伫卡伊，不过早起改讲，希望大家想较正面的，会赶紧修正报告送审。不要这样想了哈，往正面想。那我们愿意我们愿意再次修正哈。那总而言之呢，希望中央早日核定，那我们台中市可以早点开工哈。它有土地征收的问题，因为中港路上面就是现在台湾大道有很多还是私有土地啊，那个你一旦要把它变成捷运用地的时候，那个土地都要征收。那现在是既有道路，你没有补偿人家，可是那地主也没办法。可是你要新建，你一定要地主的同意啊。或者是讲经费起遮济，是因为土地征收问题。台中市交通局是讲，因为前任无偏离收购土地费用，国家人力物料起价，唔只爱调整经费，会持续争取中央核定，加速完工通车的时间。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国道1号十字交流道边的山径放弃，这个路段是伫咧高速公路局列管的是4级的路段，无明显无稳定，说是向放弃。高公局强调，可能是大雨落袂离，造成土石啊松软，而且也强调讲当初时。针对这4级的山径管理设计，就算这山径放落来，也袂去影响到主线道。交通部长王国材表示，因为这极端气候，也来检讨到山径监测的范围，敢要搁再加扩大。民代提出资料，发现国道1号发生崩山意外边坡，10月18才因为当地降雨量达到合乎的等级，进行特别巡查作业。技术伫咧现场勘查了后，并无发现明显的缺失，或者是无稳定。因为这个所在边坡有采28支监测的仪器，今年的数字拢伫咧标准内，不过有缘发生意外。特别巡查跟相关的监测都表示这个西级边坡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它还是发生这样的一个状况，这是让民众担忧的。看起来这次的走山事件，我们的预警系统没有办法达到真正预警的效果吗？跟委员报告，基本上我们的边坡保护西级的部分，我们是说，不会让它发生到像3.1K 那个走山的那种状态，不会像12年前那个状态。所以在这一部分的影响，只到那个外侧的边坡的部分。根据高公局监测资料显示，所会国道目前有2000外边坡，拢无 A 级或者是 B 级的无稳定边坡，其中超过75%拢是稳定的边坡，另外23%是属于无明显无稳定的4级边坡，拢有加装监测的仪器。这边发生意外，就是伫咧无明显无稳定的4级，不过是伫咧顺向坡，如何容易崩？交通部长王国材认为，因应极端气候，会当全部来检视这种边坡是不是能够在扩大监测的范围。整个这个边坡的侦测范围可能要扩大，比如说在这个顺向坡的上缘可能也要做一些侦测那这一次算是一个很突发的一个状况，但是我们必须也要彻底检讨。王国材讲，过去是伫咧边坡下骹侦测，不过若是边坡浸水区正大，才考虑将侦测的范围扩大，顺向坡的顶悬也会侦测。记者综合报道。
2022年这人权艺术生活节，文化部邀请下届创作者洪宏担任策展人，希望民众透过艺文甲科技，主动去认识历史，唔通互威权者决定咱的历史。这回主题或者是记忆导航，对11月19开始，一直到12月初10国际人权日期间。霜降之前，还有多少时间可以等待远方的风？把我们接走。一首酒味的牧羊人配合图诗，让人感受到白色恐怖受难者的惊吓。2022年人权艺术生活节，今年的主题是记忆导航。策展人洪宏讲，希望大家改变方式，用生活记忆去写历史，唔通搁互威权者替咱决定历史的模样。那今年的这个题目记忆导航，其实是在希望翻转过去，我们去探索过去的记忆，去理解现在的自己，然后去思索未来我们可以走到哪里。这回人权艺术生活节，除了艺文表演以外，佮配合手机 App， 带民众探访过去不易的历史遗址，用艺文甲科技去演绎咱的历史。文化部讲，这就是上好的方法。我们要透过各种形式、各种艺术的形式，让大家去从这个层面上进一步的去感知、去感受，到底这一段历史故事它带给我们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创伤。2022年人权艺术生活节为11月19开始，今年特别开设香港异地的展览区，活动最后一天12月初10，配合国际人权日举办人权市集，文化部邀请民众做伙来参加。记者麦尚英、曾派文台北报道。今年的11月到3月是高雄美浓这细粒看岛开始大出的时间。不过讲到这2年热天时啊，无风台，雨水真少，虫害也变甲真高。今年这美浓的4城看岛产拢真凄惨。高雄市农业局表示，会提供肥料等等的补助，也会派专家来协助农民。这大片的柑仔蜜园，原底11月就会当采收啊，即马算是全部拢扣了了，农民真无奈。病害和虫害也特别的多，所以说今年的番茄很不好种，所以说我的面积的损失率大概达到90%。农民真唔甘，伊的新血拢总乌油去，伊种的柑仔蜜大约9成拢因为毒素病爱扣掉。高雄美浓这2冬无风台，雨水搁少，害虫大大增加，致使柑仔蜜出现毒素病等等的小丛现象，停止成长，敢若会当规丛挽掉。营业粉丝的数量会随着雨水的淋洗而减少的密度降低到很多，那一年的东西就会特别好种。当地至少有4成的柑仔蜜受到影响，不过农粮署也是认定属于病虫害，无法度启动天灾补助，这是引起部分农民不满。针对这件代志，高雄农业局表示会提供肥料等等的补助。化学肥料的补助每公顷上限是1000元。国产的那个微生物的肥料每公顷是5000元，还有地力改良肥每公顷是5000元。那有需要的农友，我希望在11月11号之前能够向在地的农会或公所提出来的申请。那肥料等等的补助，农业局嘛要派食物医生进驻美浓，让农民会当去咨询相关的防治甲用药，协助农民渡过难关。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掠麻仔季节是对11月到明年2月，不过麻仔真济宜兰总围海边雪受真济本数，渔民也真是真烦恼。县政府表示讲，已经开始伫咧并路，会减少对渔民的影响。海沙堡顶悬规个拢是草啊、粪扫，还有大漏茶，渔民看了是真烦恼。当年11月至过当年2月，是开放掠麻仔的时期。总围乡沿海海沙堡啊，真侪渔民伫这时期，拢会来遮大寮啊，准备要掠麻仔。伫年底趁一条啊，不过即马海沙堡啊，朝朝拢是粪扫，好渔民是头壳摸咧烧。伊规个船流伫沟仔底内底、网仔底内底落，迄座网仔就凹出去，都破去啊，啊就水沟沟。渔民讲，这粪扫、草啊、甲大漏茶，真有可能搁流落海里，则伫咧因掠麻仔的网仔内底，甚至致使网仔破去，一领鱼网仔是无烧，较好的大概几啊万块，而且掠到的麻仔可能嘛会互网仔底粪扫地死，会严重冲击渔民的收入。由县府甲东北角风管处，还有劳动林管处组的宜兰县向海致敬平台，接到通报了后，去现场勘查，研判这沿海的草啊、粪扫，拢是真正的大水河为溪水的水头抢落来的。我们的树域景观所和东北角风景区管理处来合力加速来清除这个海滩的一个草梗。
作为海沙堡的本所，原本拢是由东北角风管处委托作为乡公所来清理。不过因为大水好了后，这个量伤过济，宜兰县向海底建平台，即马已经委托县府甲东北角风管处合作，加速清理，希望会当赶紧恢复海沙堡原来模样。记者综合报道。2022卡达世界杯卡球赛11月20要开始比赛咯。这届世界杯卡球赛是头一届举办在阿拉伯国家内面，也是头一届有女性的裁判权，而且这届也有使用半自动的越位判断技术，要来帮助裁判判断。正攻球员传球的时阵，接应球员好亲像比球甲倒算地址的防守球员搁较挖近底线，甚至越位进球。虽然会当检视相关画面来辅助判断，不过真了工。为这代志，2022卡达世界杯要头一遍采用半自动越位判定技术。A sensor in the center of the ball sends inertial data 500 times per second. 比赛用球装设追踪器，球场顶悬约有12个高速摄影机，随时追踪球员的身躯拢总29个部位。当有可能越位进球的时阵，就用3D 动画画出越位线，帮助裁判判断。The match officials are still involved in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as the semi-automatic offside gives an answer only when a player who was in an offside position.plays the ball. 半自动越位判定技术已經在去年2場比賽測試。11月20至12月20，世界卡球賽比賽期間，要在所有場館使用。但你講是頭一屆有女性裁判執法，目前確定有3個女裁判加3個女助理裁判。We learn a lot because every game it's a training for us. It's also more experience, more management with the players. トレーニングはワールドカップに向けて続けていか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し、より早い展開に、適応できるように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なと思ってます。日本籍女裁判山許太伊講，要得到所有人的信任有淡薄壓力，不過必須一直愛有女裁判佇賽場頂，甲變做真正常的代志。而中東地區差不多無女裁判，世界杯了後，你才會當看到總共敢若一個嘛真好。記者綜合報道。就算讲全世界真侪所在拢出现物件无通食的情形，不过伫咧生活当中，有关会当看到真侪人伫咧偷这物件。伫比利时就一间公司，因是专门回收一寡过期的芳，还有隔比如了后的酒糟，摕来种香菇。想袂到种出来的香菇品质是真好，会当讲是循环经济成功案例。工人塞过来一车已经拢过期，袂用个搁互人食的芳。这个芳原本拢是要单掉的，但是经过处理了后，却会当变做真有路用的物件。这是伫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一间专门生产香菇甲其他菇类的小型公司。这间公司上特别的所在，就是因所生产的菇类，拢是利用已经过期的芳，还佫有激酒的过程中留落来一寡沙巴。这个原本拢是粪扫会防单掉的物件，用来当做生产菇类的材料。想袂到种出来的菇竟然是又佫水又佫大蕊，看起来就足好食的。公司创办人迪克勒克讲，伊当初是因为读到一本有关循环经济的册，才开始想要家己来试看卖。循环经济就是将一寡原本要单掉的物件重新利用，或者物件会当搁再进入市场，创造其他的经济价值。迪克勒克伫2014年创办这间公司的时阵，本来想要学册内面所写的，用煮咖啡了后的咖啡沙巴来种香菇。不过，伊发现伊想要种的香菇的品种无适合用咖啡沙巴来种。经过足侪摆试验了后，才找到适合的材料。伊即马甲当地的饭店、大卖场，还有一间生产米露的公司合作，每年会当回收18公吨无害的芳，佮5公吨吉贝亚酒留落来的沙巴。把这物件加做混了后，用来浸菇。Et puis il y a une vis dans le mélanger qui va broyer le pain pour le rendre en poudre en fait. Et après ça, j'ai d'autres composants que je vais ajouter dessus pour pouvoir faire le mélange complet en fait. 真侪人会好奇讲，无共口味的芳种出来菇，食起来敢会无共？头家讲，其实是无虾米影响的。Ça va par contre influer sur la quantité de champignons qu'on va avoir sur le substrat ou la qualité.mais pas tellement le goût. 目前，这间公司总共有生产7种无同品种的菇类，每礼拜生产8公吨到10公吨的菇。若实现循环经济的目标，嘛变做比利时政府鼓励生产在地化一个成功的案例。记者甘延恩编译。
在观众朋友做回来关心明仔载天气，因为这东北季风减弱，明仔载的天气和今仔日是差不多的，各地头温度拢会回升。不过大台北地区也个东半部地区会出现低渐雨，那东北部呢，也个基隆北海岸也会下大雨。下大雨，那讲到明仔载暗时呢，会搁再翻冷，就要听候到拜一时啊，这雨水才较减少。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回来看预报您就知。基隆到新竹对22度到27度，苗栗到云林对21度到30度，嘉义到屏东对21度到31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1度到28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8度到26度，还有未来3天气象。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 M 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